做唔得瞎掰啊！他每天都在加班啊。红啊，做唔得的。通风哥就是他，客家通风哥。有专辑名哎。我发现斌哥啊，哈，他热的时候没有办法讲话。哎，你真的很像保特瓶从冷冻库拿出来。退冰的。结冰水。形容的怎么那么贴切？雪娇姐，俺只生呀偷班奖啊。重点是你有先跟雪娇姐讲英文呐，哈。加油老去讲的呀。刚刚才讲的。弟弟还都不卡亲呐。没有你谁来好吗？像美丽的谁来亲好？哇！加美丽的谁来？不是因为老公会看这一集哈。要不要处时天数奶？变，该没有加油啊。他们不负责。哎，你要请谁帮你变？你等一下切丝是吗？没有转移话题。姐姐，你这个手势有开过面店哈？好，没有，开过刀而已。没有人开自己玩笑的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参与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系民族。中把票。来到苗栗市路样哦，哎，你记得咯？苗栗有青岛好吃的东西啦。系啊。青菜讲一个。青菜讲哦啊。又有三角烟呐，三角眼。你只有省什么该啊？啊，对，早餐我们大家都吃铜锣乱饼。我唔错，苗栗嘅菜系米线呢十分多，炒面啊、水晶饺啊、用盐啊、馄饨偏心啊，十分多。总共已经呢，你可以吃到一個傳統嘅客家米線嚟到苗栗市出錯嘅。還有一個總共一句哦，小嘅甘普嘅嘢哦，唔可以使到苗栗來。哎，那是看體質。哦，對，你看就安style。好了，我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小戴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白君。早上咧看一下聊天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。師傅穿這種客家話服，別有一番風味。對啊，怎麼這麼娘呢？不是。哇，怎麼那麼漂亮哦？哎，好了，分享到風吹杉水站來自苗栗市嘅表姊妹嘅熱傳記劉李玲姐歡迎。耶，來了！苗栗市嘅小妹不講小妹啦。哦，咱除了片嘅動向哦，來看一下，記得係來自苗栗市嘅表姊妹劉玉玲、林秀謙，歡迎。哎呦，你這狗類其實就挺風嘅，好舒服。又感覺到哦，走路有風就是這樣。蓋一百。山堵活了。好了，先來我們看啦。哎，兩位姐姐都苗栗市人係嘛？對。要推薦嘛個好教好食好一本全國的朋友比對一下。哦，苗栗當道啊，好食咩當道，好教咩當道啊？好食的地方，我介紹人變苗青區的一家。異口相現哦，跟上市排隊排到。對啊，特別要去買哈，再排隊排當久。哦，啊，你都是乜嘅口味？買但是豬肉嘅，好生肉。誒，有個六條牙甜咩好食？係啊，好食，還有蘿蔔絲啊，還有牛肉啊。佢2點開始賣到5點半邊的就沒了，2點到5點而已。只有3個小時限定。對。今天安源應該拍下球啊。異口相現。係啊。松涵呢講都地得有名。好，除了學個東西之外，有冇推薦一下係去搞嘅蔬菜？哎，毛里公園，苗栗小時候就在那裡長大的。福神山公園啊，沒有到苗栗原先的哈啊，係福神山公園。夠有名嘅。不是，它裡面有貓，沒有，沒有貓。啊，嗰地方都有嘛嘅喏？有好行路嘅地方哈，過來哈，嘅老人文康中心哈。有好打球的啦，乒乓的啦，哈，那真是一个我们苗栗的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。像我去天神啊、運通啊，都做得去啦。福神山公園有一個苗栗山公園哦，苗栗做嘛，因為頭擺苗栗的 Q 名都苗栗，不少很多苗栗山公園，嗱細細就都幾特別嘅睇哦，特別就都幾特別嘅搞料啊呢，也有金鋪嘅哈，係啊，去嘅有搭棚嘅籃球場啊呢，我每次都去那裡3對3呢。你確定？真的？你可以走籃球的嗎？我很會打籃球哎，我系男籃的。不可能那麼矮吧？就是例外啦，也是要板凳球員嘛。大優惠，好了，排誰啦？身高不是距離啊。對。好了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定撲變上地度嘅食材。沙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吃好菜咯。
來到苗栗市啦，希望地都有藝熟悉嘅味道。我想看一下，到底係醬魚啊，係醬豆？啊，都香哎！來看一下哦。哦，有水煮的蹄頭，這都不是苗栗市的。但這個厲害，你認出來嗎？那個雪里雪菜、紅就按照係冇錯雪菜，它其實就是改菜一種。小芥菜，對，做在照炒一下快炒。做那個上海菜飯。你係麵蔥，你係三青肉，你還有殺過的哦。嗯。哦，還有椒片。哎，都是今天肉很豐富呢。對。你看涼麵，今天的天虛，也聽我先涼紅好嗎？我們先拿出來來。涼麵懂你會嗎？涼麵，哎，燒酒嘞。啊。因為你要凍好用啊，還就用做的派。好，那個係這個是鹿狗誒，這種按照乜嘅油豆腐。豆腐。係白飯。生地瓜、麵線，咪就叫媽油過誒。嗯，好，起司片，可能中到一半嘞哈。Andy，現在經好小組討論嘍。那剛好哈，小個安豆種，有沒有覺得涼麵就挺愛辣？有主持人這麼主觀的嗎？有小好那麼你們自己覺得啦？豬肉好嗎？豬肉當然好啊。來，姐姐你要拿乜嘅？慶賢很上好拿雪里紅麵腸。豬肉小黃瓜，雪里紅，好，豬肉炒雪里紅咪當嗬。係啊，還有麵腸啊，嗰含魚蓉嘛。還有魚紅。魚紅啊，假使迄個無會發乜嘅？啊，就看個菜本人出就出乜嘅菜，就見招拆招，係啊。6-3萬人佢會煮，我來煮啦。不懂不會煮完呢。涼麵真緊賣哈，你們在戒澱粉對不對？係啊，麵蟲咩係麵哦？哦，那是，加豬肉、雪里紅個麵蟲啊，小黃瓜喎，個還有嘛？啊，油豆腐啊，我油豆腐嘛。應該管片就會有創意。萬一你剛冇現在你要食材吧，師傅再隨時給我們救援，好不好？好，冇問題。看到那種邊開有創意啊呢。好。既然呢比賽就養了哈，好，集氣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起司好嘅啦。蹄頭。哦，好啦，蹄頭啦，蹄頭然後麵蟲做得強下，啊好，對不對？好，好不好？來，輸不來，哎，阿炳夠了，可以啊1、2、3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兩隊都有想法咯，先派出第一棒來猜拳咯。好，那個排出來，你哪隻？先禮後兵來。面對面好不好？先敬禮啊！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！慢，玉玲姐點加沙瓦公先乜嘅？耶！3青肉。哦，拿2樣哈。麵蔥，雪里紅。先搶容易被搶走的。好，麵蔥。哦，先拿2樣。所以確定哦，這個很容易被搶嗎？還是你要換？先拿2樣最容易被搶的。被搶的哈。哎 ，yes。莧菜，哇哇！剛剛牛畚講乜嘅咧？小黃瓜麵腸，生地瓜，確定嗎？對，確定嗎？確定嗎？油豆腐也可以，滷豆腐也可以。油豆腐嗎？油豆腐，油豆腐。好，麵腸啊嘛。好，麵腸冇咧，哦，麵腸有。好，麵腸。麵腸，含油哦，2樣，我剛剛冇含油咧。好，來提議背一背。志春姐來，來剪刀石頭布，耶，200度讓咧。沒關係，隊長在。上過來。那個乜嘅麵線？麵腸半斤哪走咧？蹄頭。好。麵線。還有嗎？哦，你啊。啊，這棟電區像起司。好吃啊。這個是起司嗎？麵線。不然呢？不然呢？你要看4個要結合在一起哦。麵線好啦，我是麵條啦，因為麵條它有麻醬哦，它那個麻醬配這個3層肉啊哦。麵線。哎，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心意哦。你不要被我傷害到。好，那姐姐你就拿麵線勾小黃瓜。好。冇問題。生地瓜咯。配色嘛。小黃瓜。還有買。麵線。啊，冇應該哦。好，看起來風吹外嘅多多兩盤嚟哦。沒有新的菜色了。來，先來門關啦，風吹
有信心吗？有。基本上都係 any 愛嘅哈。好嚟，冷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正片後生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我們看起來，他一非常的聰明啊！剪刀一剪到下去，我就提供剪出創意。哎呀，雖然跟他剪豆小跳不是輸嘞，我連他剪刀輸得好，真的，你係咪從阿給強用啊？姐姐，你有用的時候要出料理，都要底杯。哦，用大腦。他在嗆我們呢。對。冇啦，應做印象。應做印象，啊，你想用嚟呈現呢？也就基本上也留給阿姐方式咁樣，然後皮料做好來，裝好來，然後用個底杯剪剪呢。哦，這樣剪剪，一定好吃。啊，底杯豆腐冇打鬆哦。不過不用撈轉機嘛，對不對？對，大家清白好這樣。可是現在跟麵腸很有，大家沒有炒姜它嗎？對。所以不用那麼多，是不是？不是咁多。可是會不會太少？加個底杯還成行我擀麵線啊。哦。但是按豆料要塞得落去唔簡單呢。你的嘴巴都可以裝得下什麼大漢堡？我應該是比那個豆腐大得多。所以等一下麵線強用係塞落去。蒜頭唔是切的，偏話比較強。蒜頭唔是，我拿一隻背盤，謝謝。姐姐，你頭擺做嘛？我感覺你懂會煮出嚟。係啊。都卡煮了，是個偶爾有出了外燴。哦，天數去做外燴啊？對。你用啥？你有沒有上樓按熊胸啊？戴着口罩的時候，眼睛一模一樣了。對啊。而且還夾一樣的髮夾，用阿姨買的嗎？哦，也有可能是買一送一哦。所以你怪喝切都用悠悠的，全部炒都不用底肚皮黑嘛？要醃。哦。解膩，我們要醃過。那一定要糖或鹽咯。很聰明。來通也係染到10分聰明。嗯。師傅啊，我們這組有點厲害，我看你等下怎麼挑剔我們啊。來，我們等下鍋都轉來啊哈。好。這個圍巾是，玉玲姐，你請佢戴落去啊。哎，很厲害哎，加個薑餅啊，加個毛巾啊，還有套書呢呢。刀工動厲害嘅，這個速度，這是唔地主嘛的老皮，所以我們在瞎掰啊，瞎掰哈，我本警察嚟做。他每天都在加班啊！風啊，做唔得的。通風哥就是他，客家通風哥。我專題名哎。我發現斌哥啊，哈，他熱的時候沒有辦法講話。哎，你真的很像寶特瓶從冷凍庫拿出來。退冰的。結冰水。你形容的怎麼那麼貼切？玉玲姐，你係沒做傳堂的師傅？我家庭主婦，我沒有做餐廳的。我不相信。對啊，你家我沒有。啊，等一下，個涼麵啊，然後呢個食材用乜嘢結合咯？點解哈？炒炒鍋撈三層葱蝦，鍋醬紅薑芝麻醬，安尼。有誰是當警察志工嗎？我這個姐姐，我的姐姐。玉玲姐還做警察志工哦，那你應該認識我爸爸。玉玲姐，他都美麗師奶啊。美麗師，饒平街。饒平街導編，你是因為會講饒平嗎？客家話的饒平。對啊，我真的好奇。啊，兩位研友啊，哈，說實在的，我真是唔地主嘛的饒平。唔怕，真是。啊，你順風你怕呢？啊，你唔要偷偷那樣。我們在瞎掰啊。瞎掰哈，我本警察嚟做。他每天都在加班啊！風啊，做唔得啦。通風哥就是他，客家通風哥。我專題名哎。但我覺得左邊有一位。那個太誇張了。強嘅那種夾樣咧，口線夠強壯。來，你下攞成個全部攞夾出來。夾起來。為什麼要夾出來啊？成個先夾出來係因為等下炒嘅，一下幾樣軟睇睇哦。係啊，有乜叫鐵縮啊？鐵縮唔上口咩？哎，那個金水會不會沒有味道？唔會，因為講佢太鹹。所以按樣嘅意思看起來哦，呢啲全部會用到食材啦。最重要是麻醬，咁嘛嘅就聽我選涼麵，係因為基本蛋上有麵，還有生的瓜，還有麻醬。它其實是一菜有3樣。先幫你發揮一下。好，兩個都轉來嘍。好，這邊最小火。有。最小80，最大240。哎，好，80。哇！完全就是手工藝啊！咁嘛，該愛先炒過的嘛？唔是，等下人一鋪誒哈，個姜下姐。其實按用剪過嘅麵線，當成金針菇誒。
这就是阿给里面不是有放冬粉吗？对。哎，啊，射落去的时阵会闻到有粉吗？要注意，因为伊冇注肉，冇个黏的。所以可能跟面线地位都要掺到粉。挑战很大哦。你要不要这个放一点粉进去，这里面粘性比较好？一吸蟹就好好听。照粉做得啦哈。惊煎的时节啊，注意啊，一定要改。油饼拢去煎些，滚滚的油饼拢去做个定型。或者是煎的时候，开口先落去。开口要先下去。开口先朝下下去啊。看我记都油很哦，不要不够哦。我们来试煎看看好不好？油要很热才放。好，厨师天数啊，大管是有主持人天数啊。我发现斌哥啊哈，他热的时候没有办法讲话。对呀。哎，你这个很像保特瓶从冷冻库拿出来。退冰的。结冰水。形容的怎么那么贴切？口音都冻穷哦。对啊，我看得很紧张，都不敢讲话。哎呦，那火呢？对了。要不要试试看？我用去到酸红木酸啊。酱它会太煮下啊。酱哦，还有煮好长啉下。你讲的tomato酱啊，等下我炒一下吗？可以炒一下。哎，而且这可能焦了。好，我来。你天数哎。好 ，OK， 天数没有那个还没。焦了。跳下该点。你还煮做嘅？啊，行，漂亮。你等下变过来可能有痛死下火哦。你很棒哎。当然。难得哎。因为我超爱阿给的。那你就叫做张阿给啊。那个小黄瓜要看哦，因为你那样子放盘子，有的会没有腌到。对啊。旁边有碗啊，可以用。用碗下好该诶。旁边对，那个碗可以用啊。姐姐，我知道吼，等下头妈就将捞去炒啊，搁捞去烩姜下。好啊。有点烩姜下。咁而家嘅唔會固定哦。好。好，可以好，加油哦！你还是左边的哦，这一颗。好。有一些叉叉开讲不完周边。那个旁边掉，转过来。哇！聊天没问题。哪里旁边有夹子呢？哎，我看日本人哦，记得我用筷子用剪去片。东东您全部，每日本人听。台湾人也。意大利面也会卷。又修全部都会。哎，炒，就会按用音。这样剪也可以。哇，姐姐已经看过斜面哦。对啦，就像跟牛毛巾一样嘛。被你讲的好家常。躺一个动奇怪。对，拿下来扭了。很少人把凉面拿去烫哎。对，我刚才突然想到。不凉了。但是有麻酱呢。都凉。等下改到冻风，等下改上去冻风咧。哦，有淋上去的。嘿，有淋上去，二十个哈，安尼搅，剃头等一下。面它会炒狗啊？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这边有2队。哦。我觉得你们很特别。对，等一下麻酱就淋上去。那这边的挑梅跟还有走吗？来，一点汤给我，这个关掉。调油让麻酱可能冇夹梅哦。唔会啊，麻酱本身地本都没有调油。那你们要唱口会炒面呢？哦，就是越其他调油冇的啊。这个其实是调油。边炒面呢？那个锅边啊，炒面呢？酱油。他刚才为什么选进去？酱油。该不会在做小木屋炒面吧？好，那我们过去一下哈，要打边差不多了。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炒哦。有哦。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该片。我骄傲。应该还掺水哦。番茄酱应该先下去。不用那样子，要先炒过，再加水，不然你那样会没有味道。又拉差了没有？小心哦，火不要太。这样会煮不来了。太大了。对，水拿过来。水要不要加？水加。水要不要加？调酒先给它呛吗？好，先让它煮。煨一下。我觉得用汤匙我可能还好哦。你要用紧刀夹，它会。用炸。对。哎，你都去冲饭吗？有啊。那就好。那我们这里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倒数了哦。吃一下米头哈。好。那个这个不用再加了。现场马上来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来吃这款拿铁罐，来不看米时间站到喽。好，两嘴呢都已经完成另一关一个挑战，先来吃这款啦。风吹变出来的那个客家阿给哦，来吃吃看呐。
係完全冇想到嘅鳳母嘢。凍鐵片。這樣子的做法呢，當有創意，而且剛剛落토마토醬呢，佢一炒嘅過後，哇，這有點像是那個鹹酸甜的感覺，很好吃哎。哎，謝謝。其實哦，佢都用tomato醬攞去做煮梅哦，非常的厲害。因為個筍紅滷嘅成日掛面鹹甜，所以非常的夾梅。我加上一個人嘅建議係講，我聽說嘅地位做嘅麵線咪做咧，調也都有tomato醬會很好，我覺得比較容易入味，因為可能個豆腐就都有噴土。按樣做當好食的呀。我想到哦，佢都用用鴨嘅方式來做哦，就非常大家按摩一下，因為真正係完全唔會想到，哎呦，個油豆腐咧比較控啊。咁我撒下來就完全攬出嚟一片咧哦。創意涼麵，麻醬嘅梅哦，變到鹹毛豆，食起來哦，完全就食材開始香氣，然後散朋友嘅那種油的感覺，哦，好好吃。米頭有融合到姜下嘅啦，有啲像是客家嘅炒麵線嘅感覺。雪里紅姜下炒嗬，變成一小時段嚟就講。一般嚟講都都油油的嘛，哎對，做那個上海菜飯那樣嘛，落辣椒一樣，東茶飯，對，有雪里紅油色，同個麵姜下哈，切泡泡嘅煮肉，清爽後，安尼唔會油滋滋，吼，熱甜，安尼當爽後。雖然跟他講哦，可能個蝦梅冇按出來，但是不是我們的錯，本來嘅麻醬是按少。對不對？加上下豆都有可能會很好，但用兩包吼會很好食咯，會動物食啦。嘿，錯，千錯萬錯就咩 Andy 來錯。等下就來看一下師傅我們的評分哦。多代師傅用版評分呢，小代師傅搶本輸。哎呀！耶！等下搶看啊，並購全部付出。永口呢？小代師傅搶公平。風腿兩片做的是很有創意，麵線大概麵長，又炒了又梅頭，一點點建議啦。個小黃瓜可能個挑梅就得加下蔥點，吃起來袂下開胃。啊，咱腿兩片呢，其實你最紅，你經過水又係炒，是個梅頭是個個香梅冇行出來啦，所以那本風腿兩片。好，來談看一下阿炳哥嘅建議。好，其實你睇到，因為囡仔都係涼麵，其實本來是做的是咧雪里紅的香梅啊，還有煮肉的部分嘅，我該將涼伊冇讓伊融入下去，其他伊還係全部分開落嘅感覺。你睇到創意的部分，生的掛面每一天嘅人會滷，你是做動作該像碧琪啊，就脆脆的口感，切綿綿，切油油下去對不對？你個餡料真容易，沒做的，所以你係說，但是那都冇恐龍的東西有冇恐龍的變化。神木師傅本來練到字頭，不過很佩服師傅誒，師傅真嘅水來水到誒。不過啊，風吹呢略勝一籌，但是我們先看一下，給面小戴師傅帶來乜嘅好料，敢會有楊枝甘露咧？就看一下帶來乜好料，睇自家分享哦。師傅出台菜。小戴師傅，今日帶來乜嘅好料呢？菜名係乜嘅？鳳梨叻沙牛腩。哦，叻沙就是馬來西亞街頭誒。我超愛。沒有楊枝甘露，但是有叻沙的意思。類似。我昨天晚上就吃叻沙，昨天晚上太難吃。我讓我壓力很大，離動台。那就買食材咯。哦，人家東南亞凍好容嘅長豆。哦。那個打拋豬啊，又老了，還有兩個花生碎。哦。凍嘢一定有檸檬啊，東南亞料理。台灣下賣唔多嘅叻沙葉，然後嘅九層塔葉，梅頭冇強龍個代替啦。這是不是九層塔？是熱朵嘅九層塔。對啊，豆芽，第二是係嘅叻沙醬。佢會辣嗎？會有點辣。哦。還有豆腐包。寬粉。我給洗蓋筋。哦。等下做啲洗塊。最重要的來咯。等下美牛奶哦。椰奶，椰奶最好哎，還有高湯，還有章魚哥他家鳳梨啊，最重要哎，來牛肋條，牛肋條，呀沒有你結婚嘅哦，沒有你結婚冇辦法安澎湃，個料啊比麵還多。雪椒姐，俺之前也偷班醬啊，我做人也要加料的啦。重點是你有先跟雪椒姐講，因為辣哦。
加油老去讲的啊。刚刚才讲的。伊底下都不卡亲啦，我们地块牛等下警察来咧啦。两美牛奶哦，椰奶，哎，椰奶最好哎。还有高汤，还有章鱼哥他家凤梨啊，最重要的，来牛肉条，牛肉条，柠檬等下切下，柠檬先要去切片哈，对，等下摆盘的哈。那柠檬怎么这么透啊？冻好吃了，可能是小农的，我看下记下谁家。好，凤梨，因为今天冇用该的椰糖，啊，我们今天使用该的凤梨取代甜味。哦。东南亚料理记得会用椰糖太加甜嘛，好啊。所以该新麦哈，凤梨也新切切的，新青后色的。对啊。哪里了？确定？莫爱是垃圾的时节，有冇食到豆腐包呢？有吗？破狗该三角豆腐，哦，对，会比较或是鱼蛋。对。然后牛肉条，然后笋条有一条筋，切一下，画一下刀，然后切一点一点。哦。啊，冰师傅两片先到来，好，煮冻粉下嘿。莫垃圾是从莫马英会用冻粉的哈。有啊。是用油面吗？有宽粉有。油面比较多啦。哦，我煮一碗之前跟牛肉条嘞，我的冷冻库已经打开了哟，一半牛一半海鲜。因为都是直播来的，几乎看没中油啊。其实连牛肉条冻好用诶，又用烟的 vodka 咖喱嘛，会用牛肉条。对，因为它的油脂很香。它来煮煮唔会降去落，因为油滴不多。红烧牛腩也是用这种的牛肉条。红烧牛腩，对。不是用油啊，不是，你滴不多是有油嘞。哦。哎，然后是咩是有油嘞？你看冻粉会烫到头吗？会软。好。哎，该冇人过会煮嘞。葱头没有烫哦。哎，有烫。会有人家里有煮过拉萨吗？有煮过拉萨吗？唔系，南部也做拉萨哦，我强落哦。哎。东南亚料理啊，泰国的啊，韩国啊，炒得差不多嘞，吼，有一点恰恰嘞。拉萨酱用下去炒。是炒到全熟噶哈。唔是，等下放下去，放去翕一下。啊，拉萨酱有几多呢？可能用的量啊。哦。如果你要煮汤的，你煮汤的时候加用下多点拍。哦，冻香哦。嗯。有啲英讲垃圾酱哦，会降烧诶。袂哦，所以总得炒香球。炒香菇，就像啊你个沙茶酱啊，来你就种咧，炒香球一下会超好辣。诶，细地放你那先用下去，放去甜味出来。哦，安香哈，好香哦。对啊。哦，炒一下咧，高汤下去。哇，等下买配汤啊？盖。哦，放去煠一下。哦，放去滚一下。所以今日做的唔系痛的，唔系痛的，老街的宽粉强下式。泰国没有啊？泰国的热沙很冇强咯。啊，应该是说该新加坡。啊，对。新加坡，因为它到马来西亚原本是一起的嘛，强下，后来分开。猪肉做得做安尼，做得。医生他唔啦，时节就玩猪肉。你到底问虾公？对。哦，他们虾公海产。虾子的韩肉啊，鱼肉啊，这些海鲜啊，盖肉嘛，都对，盖比，对，就会炒的时候煮呀，薄膜挺慢哦。而且刚刚炒的时候，冇卡其他调味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垃圾本身的。盖桶只有一点咸，垃圾没有一点咸，冇老咸。师傅，你刚刚都提桶，这样子椰奶味道会被吃掉哎。不能全部加椰奶吗？椰奶汤没垃圾，一点点可以。不是啊，它有拉萨酱啊，不用高汤啊。对，就用用炒的应该就差不多。豆皮海本去是该汁椰奶，全部。椰奶可能啦，重吸啦。预算问题。你看高汤就不应该加那么多。哦，柠檬。哦，所以它有加柠檬。好香哦。啊，用球就看过的啦，有吗？哦，有也看到了。之前它。应该讲最传统的系嘛，该食无啊？热沙叶。做嘛该往里有分2000哦。第一摆切细的，放去煮个梅头，
第二次那个比较大块，吃那个口感不一样。哦，哎，好学哦。好嘞，好学。哇，哎，抱歉，你的厨房可以做这个？对，我可能该讲就啦贵啊。魔法图当然咱用学啦，应该係講傳統嘅，除了凍粉啊，還做得玩其他嘛。米粉啊，米粉沒有啊，麵線咯，麵線啊，頭我要聊糖果吼。誒，好，甜妹，一鐵條粉加下去。哦，哇，好，好嘞。鳳梨樂沙牛腩，按鈕就好食咯。好，太期待了！乐西亚嘅牛腩拉沙哈，睇起来 Q 下来吃吃看咯。哇，好喝，好浓很赞。然后今天从民主强人讲诶，就会现实给它痛。非常好吃，很满足，然后而且用牛腩来煮的话呢，这煮较久的时间安呢。特别冇食過，當好食。年頭只有牛腩，當好食，當好食當香。誒，你連加鳳梨當好，係啊，加鳳梨當好嗬。有食過，唔過冇愛香。冇愛香。水彩的按哦，就你看都暗夜的天氣，含着的里面落去，代表真的好吃。哎，第不多，某种椰糖、椰枣糖，给那种凤梨的凤雪的，它哈鲜甜，比较清爽。尤其個椰奶味好香。沒有，它做在加豆對不對？香啊，甜白食個很好食。我就用春夏來讓你爆轉去。好哩。好喲，好喲，要傳到哦。哦，傳到。師傅咪咧，讓我大家講一下。用咧係鳳梨嘅部分啦，第一個做咧軟化咧肉質，啊，最就到痛口嘅部分哦，有啲鳳梨啊，有檸檬汁去綜合啊，還有個啲熱天嘅時節啊，最是啲啲咧酸甜哦，那個貴下開胃以類咧。而且吃鳳梨呢也非常非常加分，還可以吃到果肉，不是只有甜味而已。對。嗰種黑狼啊 Q 用董浩是啊東南亞料理嘅法，泰茶豆腐卡就做去噶擁有這個東南亞的風味料理咯。好，唔過呢頭前你捧出得到2分，藍隊要加油了哦！吼，最杯米一關呢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Q 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米一關咯，到底勝負是如何分布呢？先來看一下鳳嘴帶來嘅秘密武器，也係乜嘅？石鳳頭板醬。石鳳頭板醬，乜人做嘅？我一隻朋友當我做安尼醬料，然後係攞佢加一些咧貼片自家做嘅貼片料。你有攞去挑戰啊？對對。有攞賣係冇？冇賣送好朋友。真勁哦！哎，那這樣不但是特製，而且還是別無僅有哦。哎呦，靠關係這樣設得到嘅哦。最杯米用一個朋友貼製嘅辣頭板醬啊，帶來嘅料理，我都媽咪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哦。呀，就清茶飯哦，好聽按顏色的東西吼，做得啦哈。最杯米一關，麗玲姐好香了，香嘞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雖然今日體育館腦單全部得到分數，不過2冠，哈哈哈哈哈！動厲害，乜嘅秘密武器？這個鐵製嘅鹽肉哦，醃豬肉哦，鐵製嘅哦，鐵皮用乜嘅東西來滷咧？蔥薑蒜啊，嗰還有加一些嘅配用東西啊。咁樣哪裡啊？動厲害嘅鐵製嘅滷肉做嘅料理，全面按到苗栗毛梨炒麵啊，就是用嘅諧音啊，苗栗嘅鐵製菜鐵炒麵，毛梨炒麵，純粹人呀客家人嘅客家味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我附上其他，芒雪個苗栗挨啦，芒雪個苗栗嘅炒麵哦，最尾一關有星星麼？耶！兩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開始咯！哦，大家開始了哦。家講到苗栗嘅炒麵哦，要買冇強樣嘛？我覺得吼，因為姐姐做嘅可能講不卡貼紙誒，一般都有個苗栗嘅結婚買炒麵法。
原汁原味，单纯炒一炒而已。就用葱油啊，调对，但是那个我们就要吃那个原味。古早味了。对，可是给你给贴吃发出的是给不卡米，而且还有特制的这个腌肉嘛。这边也是特制的啊。对啊，这买不到的。来，看一下。哎，呢度嘅麻婆豆腐係用拌豆腐嘅，拌豆腐啊。做唔得嗎？但是我看用的係嫩的豆腐。嫩豆腐。一般不会用嫩豆腐啦。拌豆腐看耐煮咯。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。真的哦。以 CP 值来讲啊。想问一下哦，这个麻婆豆腐是谁家的拿手菜？杨宝凯。董家住哦，是哪一个小孩指定的？用到生意的都爱是好。对哦，生意就指定啊呢。生意敢不会是辣嘞？对啊。要冇新的。他的小孩已经大了。我俩吼煮热饭哦，做咧冻豆丸盘的。对呀。哎呀，冻炒饭啊。哦。啊，生意的头摆吼，冻房上噶哈，一多是2碗3碗饭。我乖呀，生意还没全部180公分。我按过啦，有170的。他也就得逼近嘛。对啊。在方面懂就。在方面懂吼。丽玲姐，你的拿手菜黑嘛该？剥皮辣椒鸡汤。哇！哎，刚才我来听你是不？系哦。过来一拜，做本太是拜托黄田章来。黄田章都好哦。哎呀，热热辣辣的。我一件事要直接出货呢。出货料，你会很好啊。係咪啊？其實係當後是麻婆豆腐，因為麻婆豆腐嘅辣咩辣甜甜，因為豆瓣醬它是香辣。一般來你來做麻婆豆腐，一定不會用個花椒。哦，對，會過一下那個。用個花椒，你講用麻的梅頭，我基本冇用花椒，可能個豆瓣醬都厲害。我小家梅係嗎？我姐姐，你要不要透過鏡頭感謝一下那個朋友？有那麼名？雪椒姐，俺之前也偷拌椒啊，我做人也有加料味啦，有加工啦。重點是你有先跟雪椒姐講英文呐，哈。有啊，有啊，我加油老佢講嘅啊。剛剛才講的。我見辣椒，小聲一點。呢啲下都不加錢啦，奇怪。等下檢查落嚟啦。好啦，你打個過程來。好。呀，該不會係牛肉？我們特制的醃肉。對啊，哎，秘密武器。哎，你的炒麵可以用泡麵嗎？我不曾吃過這個哎。苗栗色帶好冇？像苗栗的色帶清好。哇！加苗栗的色帶。不是因為老公會看這一集哦。要不要廚師天數來？扁，剛才沒有加油啊。不負責。你要請誰幫你扁？你等一下切絲是嗎？這個沒有錯啊。姐姐，你這個手勢有開過麵店哈？好，沒有，開過刀而已。沒有人開自己家的。哎，你的炒麵可以用泡麵嗎？我不曾吃過這個哎。也係手工入曬哎。手工入曬的，哎，手工入曬的，這不是泡麵。剛講嘅筍紅還有東豆昂黑嘛該種。哎呀，瓶瓶罐罐該都要買。要白芝麻。自己醃的。哎呀，要買出嚟滷味啦。條也係薑嘛。滷味。薑嘛。嗰行油也係辣椒粉。哦。辣椒粉。還有咧拍麻。誒，芥蘭啊，係梅啊。梅啊。梅啊。哎，成年的梅嘅幾支咩？所以今日兩頭隨隨梁生醃的粉果，各自拿出切個福卡秘密來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好冇？你喺嗰度再來啊，哈。好。哦，佢是邊香嘅啊？我先老呀，香料先別必香。用麻辣粉條。麗玲姐，家下攞豆腐配用感情哦。培養都當好的呀。我看你剛剛懂溫柔哎喲。要那個溫柔一點，對它就更好吃。真嘅哦。沒有。啊，涼肉有些入過嗎？有啊，唔是啦，因為等下個頭瓣醬落去做有鹽味嘅啊。苗栗色帶好冇？像苗栗的色帶清好。哇！加苗栗的色帶。不是因為老公會看這一集哈。我見頭瓣醬炒起來有一點甜甜的味道。對，算甜辣甜辣嘅味道。撈一半的頭瓣醬。哎，對，甜面醬梅。甜面醬嘅味道。該不會也有tomato醬？也冇tomato醬。哦。也要中央炒比香。越紅，那要慢慢落去煸。對，比炒鹽味來。
其实提咸淡的东西全都难走。刚才这个如果包在阿给里面，我觉得也会。哎呦，挑下生的啦，挑下生的啦。做得咯。哎呀，挑夫做的一下会煮甜甜吼，也总係可以煮下叫唔下。板挑夫好奶煮啦，板豆腐奶煮，挑油吗？你是不用挑板酱甜哦。对他们就是挑板椒。啊，你姜嘛加头前不是姜啊咸冰哦？有啊姜嘛老酸头姜下冰。好，我刚才也煮差不多诶。好，真不一样诶，来已經得2分呢。好，我得按多啦。哦，平平哦。煎卵片有冇煎到眼好看哦？等一下扁狗都长得冲掉。有辣吗？要不要厨师天数奶？扁。刚才没有加油啊？他们不敢负责。有加油。哦。你要请谁帮你扁？你等一下切丝是吗？这个没有说话题。蒙嘅切丁啊，切细系吗？系啊。哦，就冇差的啦。烤一下啦，切一半啊。做得哦，唔怕唔怕。你是切内啦，切只了去了咧。了解就先讲，就用了解就好。係。我去切细，切细唔怕啦，切细唔怕。一功夫哦，吼，要是这样。所以你要不怕炒面都按功夫哦。那面要注意哦，冲烂哦。面会不会煮太久？这还没煮啊。好捞起来的。面太哦。还没有。还忙啊。你点面还可以炒过。要吗？来，哦，还有客家的。哎呀，做得的啦。姐姐，你这个手势有开过面店哈？哦，没有，开过刀而已。没有人开自己讲的。有，开过刀。放心。好的，可以倒过去哎。行哟。你这个，你这个，来，你这是姜嘛哈？哎，对，姜在一起。还不要，你那个不要放进去。我现在要扁东西。好，来扁东西。好，你现在给它扁一下了哈，你扁它一下。还扁东西。好，我们等下锅都转来哦。哎呀，那边在扁东西，这边在煮东西啊。要煮边面。这样子不给勾芡是走的嘞。对，它煮面，煮勾芡，有試過啊？有試梅頭嗎？有香炭嗎？有做的。所以剛才就加調魚撈湯嗎？全嗎？都是水餃姐調的嘛。還有做加一啲啲咧，還去加料誒。好，哦，個蔥花落去差不多了哦。我認真的說，我們可以準備得獎感言。他們的炒麵現在有點像在煮麵。我們是創意料理呢。啊，做嘛個加香油哦？好香啊！提味。等下摸盆就蠻蝕咯。哎呀，你看我們處女座的收得多乾淨，差不多了。哦，看咱做了哦。好。一下冇看到個進度就變客家了。小黃瓜不要炒啊！你小黃瓜放進了。你乖乖，你不要出聲音，你不要吵。對呀。對，你不要吵。小黃瓜不要炒。哎呦，會爛麼你啊？呀，唔會啦，好上癮好食的唔會啦。哎，肉有放下去嘞。有。哦。來了。提了啊。哦，動香哦。這姐姐叫了是不是？好嘞啊。哦。呀，沒有你結婚的哦，沒有你結婚冇辦法按澎湃。個料啊，比面還多。差不多，好嘞。好，那我們來去倒數了哈。先從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最背面一關咯，那部卡料理可佔到喏。最背面一關，你要風吹挑前領先了2分。我們現在吃吃看兩個麻婆豆腐，好吃。我覺得兩個豆瓣醬呢不會很鹹，所以你做大醬色的可以乾吃都 OK， 不會太鹹。帶飯、滷飯是等後色，你看師傅的表，你看全部都係爬溫帶哈。因為就麻婆醬啱好食咯，香港吼家下貴個高商愛用緊看，冇買其他的挑梅，特別講雪椒節，應該豆瓣醬哦，今年拿出去賣嘅，真緊做得。香港幾多用嘅高牛個係下油的喂，唔係醋嘅，所以我覺得很好入口。兩位阿姐啟動咯。不是啦。後色啦。還點一，點好吃啊！人家覺得默契展現啊！我最大的默契覺得基隆沙阿姐做兩套客家的貓梨炒麵，給佢哋吃看。來，再看那炒麵。你很香咩？是甜的哎，怎麼會？
因为这个有炒冰糖的关系吧？哦，炒冰糖，有红冰糖。这个我觉得它是有创意的。米糖哎，一般是都会炒绵米头，看某东西哦，它偏甜一点，可是含个米头浓厚哦。浓木香香，有特别的木香香，一般都是炒咸的，它这有点甜甜的。其實哦，每一盒哈，就這食到安澎牌食出來之外，再重點起來講，他們的秘密武器是特製醃肉，食起來我們蛋腸非常入味哦，它非常的 Q 彈，那個肉超級厲害耶！來看一下師傅用班的評分哦。都帶最杯米館用班呢，小戴師傅搶分數。哦，攬住一分。恭喜！然後咧，搶看阿炳哥搶分數。耶！小戴師傅搶公平。那你做麻婆豆腐一定不用花椒，因為叫麻才會叫做麻婆豆腐。啊，你用該豆瓣醬凍好食，你也該名做的用豆瓣豆腐，或者是嘿，你用麻婆豆腐就是一定要用。那可以叫雪椒豆腐嗎？沒錯的，啊，兩片爛腿的該肉凍軟，炒麵的梅頭，然後該凍豆東西凍豐富。所以來分爛腿兩片。來談看一下阿炳哥嘅想法。哦，其實想法是來表現自家嘅秘密武器嘅部分。秘密武器兩片，然後誒醬料嘅部分，叫幾下那個料理，幾下佢要表現出來。然後可能好可惜，主角係該肉嘅部分，所以比較肉好少一點點，好可惜的。好啦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耶！成績已經出來。風水得到3分，南水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風水第一名，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好，本期險勝禮物時間又到了，咱隨在得到係高密度嘅手簽微證標，唔得請用音片咯，還有盔甲不鏽鋼嘅鬥技組。恭喜恭喜！先來我看下風水咯吼，特別參加幾個心得心情用班，然後睇下分享下。當歡喜來參加一隻節目，要學到按到東西，看到按到人，學習當歡喜。參加有識到嘅垃圾啊？係啊。我專業做哦，當好食，轉來一天我學做起來。係啊係啊。師傅煮嘅菜哦，行好食咯。啊，對手嘅面哦，咩幾好食。當貼皮啦。我唔記得咯，有個剝皮辣椒雞湯啊。香肉啲寒甜哦。係咩？寒甜都煮來不很歷史咯，做得咯。做得。大哥哥了，掂落去咯嗬。恭喜！係啊，謝謝。然後咧，問看一下玉玲阿姐哦，今日來參加比賽，有乜嘅心得？當歡喜啊，你是按當然啊，一生氣啊，他講按樣做是當生氣啊。阿姐。เรา大家咪分享一下，你今日參加感受。哦，感覺今日吼真是當香，寂寞一座的窮下，一座人是按道嘅帥哥美女，非常嘅歡喜。切東西做乜想到講？我來參加，冇錯，比千下好。好，恭喜！依家自助好搞好料，大家來交朋友啦。又加有好多新料理，有獎金，又有呀嘅禮品好難嘅吼，親口嘅事情。其實有見咗兩件事情啊，全部唔是講機啦，因為代表講佢非常嘅重視了隻節目啊，哦，所以歡迎所有朋友來感受嘅第1排、第2排、第3排咪坐低，歡迎大家共下來哦。冇錯，依家自助等你共下來都要到 V 大電視來交朋友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